起来足切迄种。哦，你个人哦，看起来叫长的，长，袂讲字。哇，长袂讲字。你这个囡仔，互我感觉有够难死的。你囡仔真难死，啊真难死啦难死吼，难死看得真讨厌迄种的。对啦，来，你这个人看起来真正是足臭屁，臭屁，臭屁真平常啊，真平常啊，臭屁哈。来，你莫小笑着，安尼学习是无运动的态度。笑着，笑着，你这个人有够笑着，我看到你就足讨迄落笑着。会晓讲，什么人样写？举手。无，老师，我嘛袂晓。笑这是为焦虑的行为来发展出来吼。焦虑的行为发展出来。一只公的呐，看到只某会安那。起笑。啾叫，一只鸟啊好啾啾。鸟啊类来发展的笑着，哎呦，我第一摆听这款的解说，但是敢若不了有理哦。哦，是鸟里边。鸟里边。这个念啥？谈笑。笑。哦，唔通，这人唔通伤笑着。所以这真好道具嘛，鸟啊起笑嘛，对吧？有智慧，有智慧，真正厉害。啊着咧，着咱讲的三骹走，两骹着，三骹走，两骹着就。是讲囡仔吼总欢喜。着一个偌好，你敢知吼？哦，笑着，就是这两字吼。来，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小记者，这两字叫做笑着。所以你后要写配容，你这人莫想笑着，就这两字。我来继续了哦。好来，一种讨厌的态度，酷，你这个囡仔，啊，甲我夹酷，水结酷，嘿，结酷意思是。就是安尼，敢若人讲看头看面安尼，搞不清楚，分不清楚安尼就哎，对。看头有知识哦。酷，你当你生理好，来啥看都来酷。你买说讲了没？来，1、2、3，一种讨厌的态度。我讲摇摆无落屁股啊！对啦，哎，是真的定来面，你摇摆无落屁股，这个摇摆啥货？你生理做了好，你较才开工，你莫开迄个综艺社。唔是你咧讲我，我个人今天送伊啊。对，我一种讨厌的态度。狂妄，什么？你这人就足狂妄的，好人歹人拢袂晓分呀。哎呦，这何等的境界啊！哎，你踏入空蒙啊！空蒙应该是伫紫微斗数我呀，听过，内底有空蒙的。不是你若命运行空蒙，迄就才足注意啊！对你做事永远拢袂顺，人敢若有魂无体哦。人讲袂听，鬼看空行。对哦，咱来看迄什么，对空蒙啊特别注意哦。OK，来我2、3、4，互人讨厌的态度。我讲青仔长，陈校长还可，会使。青仔长，还算哦。互人讨厌的态度。互人讨厌的态度，袂啊！个人玩。我即摆态度唱无秋，唱秋，唱秋，啊，你想唱秋，但是台语敢有这两个字？这敢对？啊，是哦，是对哦，是对吗？无秋长，唱嘞。唱是翘起来的意思嘛，唱头毛对我叫老宋力。就是高毛唱，头嘿啦毛唱。哎，对，唱啦，唱唱啊，哦，唱的看应该是儿啊，松嘛，嘿，双嘿对，唱秋哦，唱秋，唱秋哦。唱秋，你看迄规个手指拢好，足蓬安尼。哦，所以唱秋，气压压迄种啊。对，气压压。哦，了解。哇，今仔有。